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7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聊電商，聊聊賣貨。怎麼今天突然聊這個話題呢？因為今天有兩個比較大的新聞呢，一個就是速賣通被歐盟罰了5.5億歐元，這個是40多億人民幣啊，是歐盟有史以來罰的最多的啊。當然呢，是他成立公布數字服務法以來，我們來看看到底怎麼回事啊。首先，今天我看到有媒體說央視、新華社都開始直播帶貨，網友為何開始擔憂？曾幾何時直播帶貨還是網紅、明星和主播們的賽道，如今越來越多的官媒也加入其中，央視網、新華社等媒體紛紛開啟直播間，推薦護膚品、食品、日用品等商品。這一變化讓不少網友產生了疑問。官媒下場帶貨到底是創新還是越界？我倒是認為既不是創新也不是越界，是沒錢了，難以為繼，生活所迫下場帶貨。文章說支持者認為這是媒體順應時代發展的表現，如今傳播方式已經改變，媒體不能只停留在傳統新聞報道上，直播、電商、短視頻都是新的傳播渠道。只要產品正規、價格合理，官媒利用自身影響力幫助企業銷售也未嘗不可。然而，官媒最大的價值從來不是流量，而是公信力。普通主播賣貨，觀眾相信的是主播本人；明星賣貨，消費者看的是明星影響力。而官媒帶貨，很多人買單的理由並不是商品本身，而是那塊招牌。當消費者看到央視、新華社這樣的名字時，會天然認為經過了更加嚴格的審核，甚至下意識覺得產品質量更有保障。也正因為如此，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損失的就不僅僅是消費者的錢，更是公眾對媒體多年積累起來的信任。而信任這種東西建立需要幾十年，失去可能只需要一次翻車。文章說更值得關注的是公平競爭的問題。普通商家想做直播，需要投流、運營、請主播、打廣告，競爭異常激烈。而官媒天生擁有巨大的流量入口和品牌影響力，幾乎不用花費同樣的成本，就能吸引大量的消費者進入直播間。這種優勢並不是市場競爭形成的，而是公共資源所賦予的。如果越來越多的消費都流向官媒直播間，那麼那些依靠直播維持生計的小商家、小主播又該如何競爭？商業市場最怕的不是競爭，而是競爭雙方擁有完全不同的起跑線。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加微妙的問題：媒體本身承擔着監督社會、曝光問題、服務公眾的職責。這個我不能認同對吧？這麼媒體為什麼承擔着監督社會、曝光問題你監督社會，你曝光你不就變成唱空了嗎？你天天說不好聽的，對吧？你天天都是報道這個社會的陰暗面，你天天報道陰暗面，那就是以偏概全，對吧？你說唱空，然後你是給敵對勢力遞刀子。所以說媒體不是監督社會，更不是曝光問題，媒體是為了歌頌，對吧？傳播正能量，對吧？要把這個唱響光明論。所以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對這裡要予以批評和糾正媒體承擔的是宣傳作用，當然宣傳好的一面。文章說如果媒體一邊報道行業新聞，一邊又與部分品牌建立商業合作，公眾難免會產生疑問：報道是否還能保持足夠的獨立？即便媒體能夠做到完全客觀，公眾也可能因為利益關聯而產生懷疑。這個說的怎麼說呢？關於客觀、獨立是吧？公正。這個多少有一點影響吧。我在節目裡面和直播我都說過是吧？我做了5年，我從不帶貨。當然了，就我這點流量，帶不帶貨也沒啥用。但是我不帶貨還真不是因為流量，因為我一直說如果一旦帶貨，那我的觀點很有可能就会，对吧？就不一定是我真實想法，有可能就會被，對吧？被流量裹挾。什麼樣說法東西能賣得多一點？那我肯定就要那樣去說因為以賣東西為主了，是吧？所以說你這個立場，你的這種你自認為的
客觀啊，就會發生位移、漂移，對吧？所以說這就是我啊到目前為止堅持不帶貨，我也不打廣告，什麼都沒有，全靠這個大家觀看，全靠網友啊充值，這個充值啊就相當於贊助。所以說一旦啊那個節目啊後面說咱們買什麼上鏈接啊，或者帶你去買房子，或者帶你去，對吧？紅綠市場，那這些恐怕怎麼說呢？難免啊有割韭菜的嫌疑。那作為央視，对吧？作為新華社，他上鏈接帶貨，這個網友就有這樣的顧慮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新聞行業有一句話，不僅要保持獨立，更要讓公眾相信你是獨立的。一旦商業利益與監督職責交織在一起，信任成本就會越來越高。還有現實中售後責任同樣值得討論。主播賣貨出了問題，可以找品牌、找平台、找主播。明星代言翻車也有相應法律責任。但如果官媒带貨出現質量問題，消費者第一時間會找誰？找品牌、找平台，還是找媒體？目前很多消費者其實並不清楚責任邊界，而這種模糊本身就可能增加維權難度。當然，這並不是說官媒就絕對不能直播帶貨。事實上，近年來不少官媒幫助農產品銷售，助力鄉村振興，支持災區產品，這類公益性質的直播獲得了廣泛認可，因為它承擔的是公共服務職能，而不是單純追求商業利潤。這個文章啊，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我來談談我的看法啊。央媒，对吧？央視、新華社，直播帶貨，實際上咱們在很多社交媒體平台上都能看到啊，也很多國企都已經有直播間。你比如說這個中國郵政，我看他經常賣什麼牛肉啊，賣什麼，經常刷到。這怎麼看這個事啊？當然了，這個企業和媒體是兩個概念，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聊這個媒体直播帶貨。我剛才已經說了啊，我不直播帶貨，那剛才說的是第一個原因，就是我盡量說一些我想說的話，对吧？一旦直播帶貨，那有可能啊，這個說話就要發生位移，立場、真實想法發生偏離，這是一個原因啊。那麼還有一個更重要原因啊，我也以前經常反復說，我沒有辦法對我賣的東西負責，我負不了這責任，因為我深知啊，所有的東西，你看所有的大主播都翻過車，為什麼？你也不能說他是故意的，他就沒有品控，他就是要坑他的粉絲、他的家人，不能這麼說。我相信啊，你比如說小楊哥，很多大主播做到那份上，他肯定是願意啊，把關把得很緊。你誰都想長長久久的往下賺錢，他的利潤也很好，他為什麼不好好做下去呢？但他就会翻車，你賣的越多，翻車就越多，对吧？你看现在所有的直播间，無論哪個直播間都有投訴，都有賣這種貨不對版、劣質的、以次充好，甚至有的還坑人，對吧？這個不有個王海專門打假嗎？是吧？你所有各大直播間啊都出現類似問題，只是嚴重還不嚴重，或者有的還沒被發現，有的被發現了嚴重的，你像小楊哥啊，那就退出了。東北雨姐是吧？紅薯粉裡沒紅薯，這些東西是怎麼造成的？當然有主播啊本人原因，有的主播就是明知假的他賣，明知劣質的他賣，有的主播他可能不一定知道是假的，但是他懷疑是假的，但他也賣，有賺錢呢。他知道這個紅薯啊，你如果是紅薯粉的話，他不可能賣這麼便宜。他知道那個雞，对吧？3隻雞賣30塊錢，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確實就是30塊錢，他就賣，他還懷疑，但他還賣了。他知道不可能，他還賣，他知道這裡面有貓膩，但是他不知道具體貓膩啊。那麼3隻雞賣30，賣50，對吧？3隻雞啊，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雞啊，很多這個養那個蛋雞啊，養蛋雞一般的是我具體又不太清楚，一般的比如說養1年2年下蛋，下2年那个蛋鸡就不行了，投產比就不好了，你給它餵的吃的多，它下蛋下的少了，這個蛋雞就得換一批，那這個雞怎麼辦呢？對吧？這個雞相當於折舊了，對不對？它這按道理來說，這個雞就應該去回收，把它當這個什麼掩埋，或者是把它當成飼料處理完之後養那些動物去，對不對？
但是飼料啊，養其他的畜牧業，但是那有不法商人，他就把这個3塊錢一隻或者5塊錢一隻賣出去，人家再一處理，再一滷，對不對？各種工藝一上，各種科技狠活，整的還挺好吃啊，挺香。再加點這把香精，一整，直播間裡賣10塊錢一隻，15塊錢一隻，家人們，這是專門為你定制的。好，你45塊錢3隻買回去，就是這種雞，你有什麼辦法？這種事情很多的吧？我為什麼說我不帶貨呢？因為我真的是管不了，我沒這個能力，我不能說所有人這不帶貨啊都管不了，但有的人恐怕行吧，我覺得啊，他恐怕有特殊渠道啊，亂七八糟的，他能保證他賣的貨啊是保證沒問題的。我也不能排除啊，說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主播，但是我自己對自己太了解了，我做不到，那我就別帶貨啊，对不對？你賣那玩意，你就是賣可樂，你就代言，你就是对吧？带可樂你都有可能遇到假的或者過期的，那你说怎麼弄啊？人家給你換標籤的，你怎麼管呢？對吧？或者是其他的手段，這些東西我沒有這個能力啊。你掙的錢還不夠你操心的，對吧？所以說良心不允許我這麼做，咱就不做。反過來啊，同理，管你是新華社還是央視，你要帶貨，你賣的東西不都是這些東西嗎？不都是國內生產的嗎？你怎麼把控啊？你這個供應鏈，你產品質量，你能像山姆那樣嗎？你去把控它的品質啊，或者哪怕你跟胖东來一樣吧，你像胖东來那樣把控，到現在為止，对吧？你畢竟投訴胖东來那個質量品質的還少，對不對？那你能不能做到像那樣把控？我覺得央視、新華社你做不到，你賣總有一天要翻車，總有一天會賣到假貨。你賣了假貨怎麼辦？別的主播賣了假貨立馬封，你比如那個東北於姐是吧？小楊哥、3隻羊封，那你到時候你央視、新華社如果賣了假貨，或者賣了劣質的，對吧？賣了貨不對版的，賣的貨有問題，怎麼辦？我剛才已經說了，他沒有那個能力。你說新華社它是個通訊，對吧？它是個新聞媒機構，央視也是的，他哪有那個能力，对吧？他哪有那個人這個技術或者人去把控他代言的他帶貨的那些產品呢？那麼的主播人家都有团隊啊去把控，都把控不了，一樣的，對吧？你叫防不勝防，那你也得建一個像山姆那樣的供應鏈，你去控制。那你說，那你到底是個新聞機構還是變成一個，對吧？零售巨頭呢？所以不是他想賣假貨，這個咱一定要搞清楚。我們有很多主播，他賣的東西最後被，對吧？證明是壞的，有問題，不是他真想賣，而是這個土壤，你想賣真東西，你都賣不了，你很難找到，對吧？因為我們是叫存量競爭啊，惡性競爭，對吧？比如說以這個手紙為例吧，對吧？你賣2塊錢一卷。那人家就賣1塊9，人家賣1塊9，那你要多賣，对不對？你就廠家啊，他就1塊8，那就大家惡性競爭。本來2塊錢是符合標準的，那最後大家殺到1塊2，甚至1塊，那1塊錢他還廠家也要賺錢呢，那怎麼辦呢？價格都殺了一半了，那他哪兒還有利潤呢？所以他只好偷工減料，對吧？那個紙漿。那就有問題的紙漿，對吧？不知道哪兒回收回來的，總之就為了便宜嘛，這樣殺到最後，我消費者當然圖便宜了，誰便宜買誰的，為什麼呢？道理也很簡單，你買那貴的反而也是假的，對吧？你花3塊錢一卷買的，你說我花的錢多，對不對？高品質，你3塊錢買的也是假的，你說還不如8毛買個假的呢，反正都是假的。你說這個社會他就沒法管，就導致這種，對吧？你坑我，我坑你，這不就跟那個剽竊一樣嗎？對吧？剽竊完了之後，天天看盜版的，反而還覺得有理啊，對吧？這個情有可原呢。你看完了之後，你再道個歉，對吧？那就反而成了好漢。他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啊，你很難去說有所前进進步，对吧？那這個問題到底在哪兒？首要問題是誰？首要問題是平台。當然了，往上還有平台的往上的責任是監管，对吧？監管咱們少說2句，說多了發口罩，咱們就說平台，誰讓他好欺負呢？你往下你管沒用啊，就是平台，
所以我們還接着說這個央視啊，新华社它直播帶貨。首先我剛才說了，它反映的是没錢了。你要知道，央视、新华社这种机構，他们本来他们的，因为大家都要还按揭贷款，对吧？大家都要孩子上学，哎，要交学費，大家都是家裡有老人要養，生了病也要治，對吧？都一樣，都要錢。他們不是說哎不需要發工資的，喝空氣就行，人人都要發工資，而且希望多發一點，獎金多給一點。那他以前他是怎麼賺錢呢？以前都是主要是撥款，對吧？這玩意是一大塊，撥款是一大塊啊。每個地方電視台都有經費，對吧？但是這個經費隨着經濟不好，明白了吧？隨着這個地方政府或者其他政府這個預算越來越緊，對吧？過緊日子嘛，這個預算越來越少，會壓縮這一塊，所以很多地方電視台都幹不下去了，早就那縣級電視台都關門了吧，都變成融媒體，反正對吧？換一種搞法。省級電視台、衛視的吧，都已經，也是奄奄一息吧，這基本上在縮編，或者是早就開始帶貨了啊。那主持人好，這個央媒對吧？這個中央一級的這些媒體，它就是一個是固定的這個撥款這經費，還有個什麼呢？還有廣告費啊，打廣告唄，對吧？播放的電視劇裡面插廣告，這個然後黃金時段廣告，對吧？那央視那個黃金時段是7點半是吧？賣多少？以前叫標王是吧？我記得賣那玩意兒，你說大家回憶一下，這幾年還有標王這一說嗎？說炒作這個那個19點半那個節目後面的那個還是前面後面，我這記得不太清楚了啊，還是前面是吧？那個音樂響起之前是吧？那個廣告現在都不炒了，對不對？為啥呢？沒人看呢。所以你看以前靠廣告，現在廣告也不行了。以前靠預算。靠撥款也少了，你說電視台還靠什麼活？生活所迫，你知道吧？電視台帶貨那是必然，他沒辦法。完了，他也有流量，他收入也沒有了，對不對？他廣告也沒了，廣告收入是直線下那個下降。現在誰還在電視上投廣告啊？大家想一想，你投給誰看呢？有什麼效益啊？你除了那些機器人的，對不對？在電視台花錢打廣告，你除了科技新貴這種軟廣告，這不是硬廣告，這是軟廣告，對吧？硬廣沒有了，所以電視台收入是一年不如一年。央視帶貨，實際上我在應該是4年前吧，我剛做自媒體的時候，對吧？我也有朋友對吧？在CCTV是吧？我就聽說他們已經這個獎金各方面都已經掉了，都一年不如一年。那怎麼辦呢？他們也在找這種各種來錢的路子，什麼各種合作，對吧？各種。那不是最後就是直播帶貨嗎？都有而且都有任務要賣多少？我的意思是對吧？第一個這個跟這個文章說的呢，那你是作為媒體新聞，對吧？你帶貨，那這第一個，你怎麼做到客觀公正？你不能今天晚上賣貨的時候這個東西特別好，特別好是吧？這個家人們、老鐵們，對吧？走個面，走一波。第二天搬進來了說這個企業問題很大是吧？就暗訪說這個企業很多問題，那你說你是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嗎？那如果你暗訪到這個企業有問題怎麼辦？你還報嗎？因為你昨天才老鐵們對吧？親人們家人們剛走完面，你這就馬上就曝光，你讓你的老鐵們怎麼辦？退貨還是不退？所以說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說在這種環境下你怎麼保證你對吧？不賣假貨，我不是說他主觀賣假貨，他主觀是應該不會，對吧？不至於。但是你會賣到假貨，那你怎麼辦？畢竟咱們這兒對吧？假貨泛濫了。為什麼假貨泛濫？所以這是我下一個話題我為什麼說平台的責任？下一個話題就是阿里旗下的速賣通，這一次被歐盟以那個數字服務法，違反了這個多少條一下罰了個5.5億歐元。這是這個數字服務法頒布以來罰的最大的一筆罰單，比那個馬斯克的特斯拉，馬斯克好像是被罰吧，反正比罰馬斯克還多。這一下阿里的身價一下就超過了馬斯克，在這兒超過了。這個就像那個水滸裡面對吧？水滸裡面那個海捕文書那個對吧？到處在城門那粘貼，哪個逃犯是吧？在逃人員3000貫、1000貫。2000貫，那個賞金越高，
那你說明你這越厲害啊，江湖地位越高啊，對吧？你是3000，那人才1000，1000呢肯定在江湖上混得不咋地，对吧？你看罰款，阿里、速賣通罰了5.5億歐元，馬斯克才罰多少啊？所以說馬斯克啊，你江湖地位你找阿里稍微差那麼一點啊，不要以為你對吧，身價什麼1萬億美元什麼的，又是啊太空探索什麼的，腦機接口，你江湖地位照阿里還稍微差一點，這是人家歐盟認定的啊，對吧？不容置疑。我們來看看怎麼回事啊。7月20號，歐盟委員會宣布對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電商平台全球速賣通處以5.5億歐元，約合6.29億美元，哎，差不多小40個億吧，人民幣啊，罰款啊。據路透社報道，該平台未能有效遏制非法、不安全及假冒產品的銷售與傳播。這是歐盟數字服務法案，叫 DSA 啊，自全面實施以來，對大型在線平台開出的最高金額罰單。全球速賣通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跨境出口電商平台，於2010年正式上線，主要面向全球消費者提供中國製造的商品。目前，速賣通已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阿里巴巴國際化戰略的核心業務板塊之一。據歐盟委員會披露，2024年速賣通在歐洲擁有 1.93 億用戶。處罰的原因啊，未能有效打擊其平台上非法、不安全及假冒產品銷售。這是歐盟委員會依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數字服務法開出的第3筆罰單。該法案要求超大型在線平台採取更多措施打擊非法和有害內容。歐盟委員會去年6月指控全球速賣通未能遵守數字服務法關於評估和降低非法產品傳播風險的要求。委員會將10月20日設為最後期限，要求全球速賣通提出整改措施。若監管機構在12月認定其措施不符合數字服務法的規定，該公司可能面臨進一步處罰啊。這個5.5億歐元是前面開胃菜啊，你後面還整改，如果整改不到位，那接着罰。橫向對比數字服務法過往處罰記錄啊，這不是一共就罰了3筆嗎？哪3筆呢？這個速賣通是1筆了，還有一筆就是馬斯克社交平台 X 去年12月被罰 1.2 億歐元，拼多多跨境平台特姆今年5月被罰2億歐元。你看看這個到底什麼意思啊？速賣通5.5億歐元，比拼多多的特姆還要多，比馬斯克1.2億歐元更多啊，那是多少？4倍啊，4倍都不止，5倍啊。歐盟對吧？速賣通此次罰單直接刷新法案處罰記錄。速賣通是歐盟全球最大的市場。當前中國出海3大跨境平台速賣通、詩音、特姆在歐盟分別擁有 1.93 億、1.56億和 1.3 億用戶，均被劃定為超大型線上平台，受數字服務法嚴苛約束。歐盟委員會科技委員漢娜·維爾庫寧說說這個速賣通假冒服裝、不安全玩具、危險化妝品及其他非法和有害產品的泛濫，並非網購不可避免的代價，而是全球速賣通未能履行數字服務法規定的義務的表現。人家認定就是你通過電商平台賣這些東西，假貨泛濫有害物質、危險化妝品這些泛濫不是必然，而是你平台沒有管好。你看看這個和我們這兒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這兒你看小楊哥被罰，那小楊哥在哪兒播啊？小楊哥對吧？賣的是假貨被罰了，小杨哥在哪個平台播？小杨哥賣的東西平台是不是賺到錢，對吧？小杨哥賣1個億，平台賺2000萬，對吧？或者1000萬，平台賺的錢，平台沒有任何處罰，小楊哥被封禁。我不是說小杨哥不該封這個3隻羊呢也該封但是你看所有的，比如東北雨姐，他賣假貨被封，東北雨姐賣了多少假貨他所有的买賣是吧？平台是要抽走多少？平台是賺了錢的然後平台是一點事沒有，對吧？也就是說，你看咱們這是專罰個人，平台是沒有責任的。
但人家歐盟就不一樣，不好意思，歐盟人家專發平台，歐盟認為賣假貨是你平台的責任，你平台玩忽職守，你平台沒有去履行你的義務，你就只知道賺錢。所以說你看啊，這個你說問題出在哪？你就是說我們老是說，哎，為什麼美西方他怎麼假貨不翻啦？歐盟那麼嚴的食品安全的標準啊，為什麼他能執行？到了某些地到了咱們這就執行不了。我們這個雞蛋啊賣到歐盟去，經常被退貨，為什麼呢？對吧？你裡面角黃素超標，對吧？你裡面這個超標的時候，人家馬上都是不要，這一測就出來了，對吧？我們認為是好的，到歐盟你都去不了，對吧？这個被退回來，這是為什麼呢？說明人家卡的節點對，人家知道這個治標要治本，對吧？治標沒有用，還要治本，你把根本原因給找到，根兒你給它卡住，這個根兒。實際上就是首先一個，你想不想管，這是最主要的，你想不想管，對吧？如果你想管，那行了。第二個，那你就把平台給管住就行了，就是重罰平台，對吧？你看5.5億歐元一罰你40個億，那平台，歐盟沒有罰任何賣家啊，說你這賣家，你賣的你在這邊賣的這個牛奶，你賣的醬油是假的啊，你賣的這個不合格，賣的這個化妝品是假的，假冒或者是有問題有害。對吧？假冒產品嘛，非法物質，他沒有罰商家呀，人家根本就不管，人家就管理平台，罰商家不是他的事，對吧？人家先罰平台，所以你要這麼一對比，你就發現，你就實際上就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了。為什麼我們每天，對吧？跟這些什麼零添加醬油是吧？零添加什麼飲料，零含糖，就這玩字眼是吧？就這些打交道呢？為什麼美西方的不需要呢？對吧？他讓你整，你都不敢整。你首先第一個平台的就不用數，所以你看你看山姆，对吧？你不管什麼東西，你在山姆賣，你得老老實實的。所以說我以前說過的吧，那個千和零添加，千和零，他說千和零添加，寫是寫在一起，所以你在咱們國內超市你看見叫千和零添加，我還專門跑到山姆上看，山姆上就沒有，山姆上就叫千和醬油，零都没有。你在國內這個超市上看到叫千和零添加醬油，人家說我這千和零是商標，對吧？你為啥你在山姆不敢這麼玩呢？你在國內超市你就這麼玩呢？為啥？所以這個問題就在這兒。所以說這就是歐盟他要罰往死裡罰這個速賣通的原因。這個是你不把關，你只顧着賺錢，你實際上你在坑害消費者，是你平台也冤啊。這個看這個平台解釋啊，按照歐盟委員會稱，這家公司就是速賣通啊，未能妥善評估其是否具有足夠人手來調查其網站上銷售的潛在非法產品，未能評估其自身推薦和廣告系統是否如何推廣這些產品的，其檢測此類產品的系統也未能正常運行。你看啊，就是歐盟的意思就是，首先第一個，你賣這麼多商品，你的人呢？你去查這些商品的合格不合格，你人呢？你得有這樣的機構啊，你人呢？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對吧？我說這個我做不了這事啊，我要帶貨的話，我還得自己去查這些貨。我沒這個水平，我也沒這個技術，對吧？我也沒這個專業知識，你讓我去幹這個不可能。但是我也不幹這個，那我就閉着眼賣，那肯定有假貨啊，那就把我的粉絲給害了。這個道理多簡單啊！所以這就是我說的央視和新華社，你這麼賣下去，遲早要出事。你能養一支團隊嗎？專業的啊，你要去供應鏈管理，你得去查。那你賺的這點錢還不夠養着團隊的。人家歐盟就要求你速賣通，既然你賣，那不好意思，對吧？你有權利賣，那你卖，那你就負責得有人去查這個。那經過歐盟來查方面，發現這個速賣通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就人手不足，就他賣的貨很多，但是他負責查這個貨，對吧？品控或者質量檢驗檢測的人根本不夠。這第一個。第二個呢，說他啊，他的這個推薦機制，就是他沒有經過檢查的，或者是，对吧？這些商品，反而會推薦到這個消費者面前。你消費者把手機打開一刷，這些貨反而這個推薦到這個消費者這兒了，那消費者更容易上當受騙啊，買到這些假貨，接觸到這些假貨，你的那個叫推薦機制出了問題。那當然了，你想啊，合格的產品它利潤低，假冒偽劣的產品利潤非常高，非常高，他就有錢去投流，有錢投流，
所以說，越是假貨，成本越低的，那就越是假貨；越是假貨，它越獲得流量，因为它反而有钱去投流，投流之後，这个商品就被，比如化妝品，對吧？你假冒的，你才1塊錢成本，你賣40，對不對？好，人家是10塊錢成本賣40，那人家能競爭過你嗎？人家競爭不過你啊，你還可以多拿10塊錢出來打廣告啊，去推流啊。所以你的商品更容易讓消費者接到，消費者就買了，反正圖臉上都差不多，他也搞不清楚，都是你是吧？糊臉上一樣。好，這就是歐盟的認為啊，你這個推薦機制有問題，你把那些殘次的有問題的反而都推到用戶這兒，哎，這不恰恰是我們平台的，對吧？醜陋的地方嗎？啊，我想我的很多粉絲都知道是吧？你在這個無論哪個平台啊，你刷正版的還不好刷，你一刷全是盜版的出來了。就我的節目啊，這就是平台邪惡，平台不作為，對吧？你不作為，你在印度不作為，人家管不着你，你厲害對吧？你有後台，你後面有神仙罩着，但是你跑到歐盟去不作為，把那屎都打出來，對不對？你在印度你搞內幕交易，紅綠市場，對不對？你各種，因為你有神仙罩着啊，人家惹不起。你在印度叫為所欲為，想怎麼樣怎麼樣。但是你把這一套你搞到美國去了，人美國人可不慣着你啊，馬上就查呀，馬上把你凍結，挨個你把你拎出來揪出來，是不是啊？這個歐盟也一樣啊，你這個平台把你這個醜陋的玩法，你害你印度人，人家也管不着。你跑出去害歐盟的，對不起，對吧？5.5億歐元等着，這還是第一步。後面還有，對吧？你害你自己人，人家管不着，對吧？你不要去禍害歐盟的人，就這麼簡單。你看看拼多多也被罰，實際上詩音已經被罰過了啊。詩音不是歐盟罰的，是法國罰的，是吧？詩音就是因為那個促銷啊，對吧？什麼多少億補貼，人家一算賬發現沒有，你沒補到這麼多錢，罰給每個賬戶退多少錢，也是一大筆啊。你說說吧。就是你這些平台對吧？你在你們國家，你坑害你們的消費者，那是你的事情，有人罩着你，對吧？有人你後面有神仙，但是你到了歐盟，到了美國，不好意思，老實的說，所以我一直說，你到了美國，到了歐洲，你是龍你得盤着，是虎你得臥着，跟賈老闆一樣，是吧？賈會計一樣，你在那兒你還折騰，那你不是打着燈籠上廁所嗎？找屎啊！所以你看啊，我就這平台被罰，我看了之後我就非常非常的開心，對吧？在國內就不作為，國內這些盜版的你舉報還沒用啊，你到平台打電話，或者是平台客服舉報，你居然你不僅沒用，你還鬧一肚子氣，那最後你只能搞毒丸計劃，只能自救，沒辦法。但是你看人家對吧？歐盟不好意思，先給你來一個5.5億歐元，先開胃菜啊，後面10月份啊，你要真改不好，接着罰。人家沒有把責任對吧推到什麼賣家頭上啊，說這你都找賣家，人不管，就罰你平台。如果是吧，那咱們這兒也採取這種辦法，就罰平台。那平台老實實的他就會去把關，對吧？你這平台上賣這個衛生紙，那你就得有人去專門檢測，你得保證你上面賣的任何一個東西都是合格的，對吧？你不行，你把山姆的那個供應鏈團隊是吧，採購團隊你給請來，或者複製一份，你養着，你就在那兒。所有賣家賣的東西都得查，確保賣的東西沒問題，但是他願意嗎？所以作惡啊，主要是平台。當然了，這個也不能全怪平台啊，因為很多人假貨吃多了，用多了，他用真的他受不了，他認為假貨可以啊，對吧？到時候假貨出來道個歉就可以了嘛，都是好同志嘛，對吧？吃了有什麼關係啊？抹了臉上也不要緊，他配得上這個假貨啊，因為他的想法，他的認知。正好跟這些假貨完美無瑕的，對吧？絲滑的配合上了，所以這兩個新聞合到一起看啊，我也不知道以後這個央視或者新華社直播的時候賣到那些假冒的、偽劣的，對吧？該怎麼辦？再說了啊，我們退一步說，大家都知道啊，賣到歐盟的東西，我也不敢說就是好啊，但它質量肯定比賣到國內要好，比如醬油，對吧？我們賣到國外的醬油，那都是絕對的合格的啊，就比我們的自己比賣給我們自己吃的那要好，是吧？所以說你看那個生產醬油的，生產什麼的都有一個國內版，還有國外版，對不對？賣到國外是另外一種，
為什麼？以方便啊，通過歐盟的檢測，是不是啊？方便通過日本的檢測，因為人家檢測要求比較嚴，所以賣到國外的東西比國內的這個質量要好，沒毛病啊，大家要記住了。但是即便你比國內的好，質量好，你在國外還得被罰，說你這是假的，對吧？偽劣、假冒、有毒，非法。那你說你反過來再說我們國內的這些東西，那還有真的嗎？對吧？你賣到歐盟的都是好東西，對不對？因為人家給的錢貴啊，價格高啊，你賣給他都是好的，都比我們國內肯定要好。那即使好東西到人家那都不行，都说你質量有問題。那你說我們這差的，那你還能用嗎？真是，那我們這是活在什麼一個環境啊？真的是百毒不侵啊！為什麼，對吧？我們都處在这麼一個互害的社會呢？實際上，所以說我一直說啊，其實很多事情不難，你看看美西方在怎麼搞的，对吧？有現成的，你一學就行。食品安全，对吧？這些假冒偽劣，美西方是怎麼處理就沒了。芯片學得來，光刻機是吧？學得來，這玩意兒學不來嗎？恐怕是不想學。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